Hello，大哥，呢條視頻咧我自己拍嘅，唔係團隊拍嘅，因為有感而發。咁其實羅永豪同西貝假國龍嘅事咧，我覺得其實就消費者同專業人士對預製菜呢個定義嘅認知偏差。按我理解咧，餐廳主菜基本好難跳出大眾概念中嘅預製菜啦。例如最熟悉嘅燒鵝叉燒呢啲，真係唔可能點咗咧，從零開始做出嚟㗎。咁仲有一盅兩件嘅茶點咧，嚴格嚟講只可以標注手工茶點。因為必須有啲提前製作嘅環節啦，例如蘿蔔糕肯定係提前剷好雪住啦，例如一啲涉及嘅皮啊，一定係提前做好嘅。呢啲消費者概念中嘅預製咧，其實係屬於預加工嘅過程，所以我都有啲廚師老友咧就好唔爽嘅。明明係預加工又講預製菜，講翻翻嚟啦，假國龍咧講西貝冇用預製菜咧，佢嘅依據係24年3月21市場監督局等6個部門聯合印發嘅一個預製菜嘅通知，大家上網可以查到嘅，發咗出嚟嘅。佢用嘅咧係入邊嘅排除品類，好似速凍餃子啊、僅清洗切分嘅正菜啊、涼拌沙律同埋一個中央廚房內部配送嘅菜肴咧，都明確唔屬於預製菜。所以假國龍明確咧，其實就係呢個部分，因為啱好咧係排除喺預製菜概念入邊。而家咧有個笑話，1歲嘅細路食咗2歲嘅西蘭花，嗱，作為消費者咧，我都好難理解西蘭花點解一定要用保質期2年嘅。真係新鮮現切嘅好難咩？之前咧我聽過參老闆講咧，為咗保證呢個長期可控同利潤啊，佢嘅酸菜魚咧係可以提前切好，放喺負30幾度嘅雪櫃保存超過1年嘅。咁從此咧我就真係掂都冇掂過酸菜魚啦。其實我覺得咧消費者真係唔係拒絕預製菜嘅，但有幾多人願意花高價食料理包啊？